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外邊有宇宙之光、領創動力，中間第6位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內欄第7仲有無極勇將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領創動力尾4係不假外求啊，以後好翻啲啦，紅帽響尾3呢就係魔法速遞啊，後邊2匹馬金德兒、藍3係小神仙嚟嘅，好啦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都仲係見無情啊，宇宙之光跟住佢，龍澤飛駒外邊要上啦，埋邊第4位有龍。有生中間第5貝貝龍啊，攞出去外邊6-3係領創動力啊，咁啊見到常常感恩，亦都拱埋呢最出藍眼罩就係魔法速遞出去啊，響入邊搏位呢就無極勇將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路程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龍澤飛駒嚟嘅，緊隨其後響入邊捐上嚟有無極勇將啊，外邊追嘅馬就係魔法速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無極勇將一截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啊，3個馬位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魔法速遞啊，第3名嘅馬呢埋邊。龍佑生啊上咗嚟就拍住外邊